来看台中大教一个高级的英文老师哦，伊想要鼓励学生囡仔读册，也毋过煞甲学生囡仔讲哦，若无认真，大汉会成做低收入户。落尾这老师嘛讲哦，若是有低收入户的学生听了眼热，下课会当去找伊愿意回室的。教育局嘛表示讲，已经对这间学校各有老师提出警告了。老师伫上英文课，毋过讲这种话，互听到的学生囡仔真意外。大理公司。如果好好学习的话，我这一点是低收入。这个话一个出来，学生真不满，因为班里真正有低收入户的同学，有同学看袂落去表达抗议，老师煞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失礼。那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讲了，既然班上没有这种人的话，会有的，班上就有。我会先代表学校来跟学生说一声很抱歉，这个我相信老师是出于这个激励的角度，但是老师肯定他不是恶意的啦。袂少学生反映这种的话语有针对性甲轻视的意思，校方嘛出来表示，这个老师伫课堂是表达鼓励学生的意思，确实用词无够精准。事后追查，这个班级有3个低收入户的学生，也有一个中低收入户的学生。对小孩子的心理跟父母一定会觉得，这样子很不公平。我觉得这样标签化也不太好，这样久了之后，对低收入户也会越来越没有信心。民众认为，是毋是会晓读册甲低收入户根本无关系，而且各县市的低收入户标准嘛无共。以台中市来讲，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到每一家伙的人口，每个月无超过15518块，不动产规家伙合计无超过366万。动产的部分，规家伙平均每年每人无超过8万，都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。对于老师用词，台中市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要正式警告。针对该名教师上课时使用不恰当言语，学校已经严正告诫老师。该名老师对于此事感到相当的懊悔。他不知道他自己讲出这样子歧视语言后面的影响是全班，不是单一个个案。人本基金会认为，教育现场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用语。校方嘛表示，会请当事学生甲老师当面沟通，若做无法度和解，就会进一步召开校事会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